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看着讲人伫咧满地春天时到，国情啊着想着讲较早满地拢有迄个满地的收报歌，男男女女手咧震动，嘴嘛伫咧念，当然是诉出心肝内的情怀。男性对女性表露爱意，啊，女性有诶歹势，甚至有诶看着讲对方都毋是咱意向，咱会甲抱翻头，我会甲拄翻头。所以即个四句联真趣味，一句一句流传到今，内容拢真奇巧。国情啊，伫春天时看到拢伫咧满地镜头的时阵，来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来研究即个小报歌，袂输嘛，敢若闻到茶的气味共款。见面头一条，咱来听讲四句联讲。阮厝踮伫娘厝后，看娘不时咧探头，情义总有9分9，路边烧肠头高高。四句联描写真趣味，讲咱吼住了真接近啦。阮厝踮伫咧恁兜的厝后啦，啊，我踮伫咧你的厝后，我都看到你面拄面，不时伫咧甲我偷探头，你都对我都有意向，在我心内咧判断，情义总有9分9，谁知影讲？路边烧肠，哇！你说头高高，这个高就是讲头壳压落去。煞唔知影讲是毋是查某囡仔人歹势，还是讲这个男方伊根本就判断错误，人都对你无这个意向，这嘛无得确。四句联听得真趣味。过来，同款男方咧对女方表露心意，四句联讲新婚互娘买落柜，锁落柜底真吃亏，只有对娘求好喙。请娘锁匙举来开，是啊，我的新婚拢总互小娘啊你，甲我卖甲袂输锁伫咧你的心房内底。你的心房若是一骹倒柜只，锁落倒柜下底，无人有才调解决啦。只有是邀请什么人对娘求好喙，请娘锁匙举来开。只有是你将锁匙拍开，才当甲我放出来。意思就是讲，你的姻缘，你着爱答我，你着爱应我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永远都互你白掉的啦。安怎样讲白掉的？搁有一首四句联，讲即个相思的感情，讲一日烦恼日落新，一暝想甲假报应，一时无见咱娘面，较惨细囝断了恁。一日长落落，我敢若烦恼甲日落新时，日头落山了啦。结果我暝嘛无再条困呢，你也想，暝也想，一暝想甲假报应。假若咧啼，因时连咪天光卯就到啊。我若一时无见咱娘的面，较惨啥？这是上界直接、上界清楚的描写，较惨细囝断了恁，正就是相思的感情啦。